为了提升物流网服务，达到快速交回目标，线顶零售业者近年来积极伫南台湾设立仓储建设，台南就拍算要有4座，其中开6亿所打造的永康物流中心，27号上午正式启用。市长黄伟哲甲侪贵宾拢到场祝福，祈求平安顺利，同时共齐剪彩，共同见证所谓经济发展的里程碑。所以，我们一直自我期许，我们要发挥领导型的企业一个带领的作用。其实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提升整个电子商务的服务水准。那里边一个更关键的就是整个的物流。我们希望你在电子商务上面所购买的东西，你所享受到的服务不会比你去实体商店要差。那中间的关键就是物流，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眼光，能够在这个地方。将来年产值高达20亿以上，20亿实在太保守了哈。那但是我们希望说有这个机会继续在台南，我们一定敞开双手这个热忱欢迎，也期待将来在这个地方不仅是得到更多的繁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，有更好的这个发展。经过了解，因为疫情因故，嘛造就电视购物的庞大商机。加拿大公司中型的物流中心，就至少会当容纳20万的商品数，一当产值超过20亿以上。所以，不断开拓物流中心以后，嘛希望站稳线顶零售业数一数二的地位。台南新闻，阮之何超芳采访报道。